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美孚李家國新山，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荔灣花園嘅 B 座低層二室。單位實用面積532呎，屬於3房1次戶型。客廳方正實用，景觀外望向南方，光線充足。單位賣點：客廳飯廳中間有兩邊窗，形成對流通風。嚟到廚房部分，屬於開放式廚房，廚房有窗嘅。第一間睡房兩邊有窗，非常之通風，而景觀外望學校校園景，同時享有翠綠嘅樹景。嚟到第二間睡房就適合可以做工人房或者做書房。洗手間部分，浴室部分屬於企缸，同埋廁所有窗屬於乾廁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同樣享有兩邊窗，雙邊景。第一邊可以望到學校校園景，另一邊又遠望到港島區景緻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有興趣呢個單位嘅話，歡迎 WhatsApp 或者致電我租查詢啦。多謝晒，拜拜。